兄弟姊妹平安，中秋节快乐！咱今是第3天啊吼，尾工咯。明仔载就搁恢复上班。中秋节我想大家拢有真侪团圆，甚至是项目会快乐吼。好，咱今早起伫遮来敬拜以前，咱大先来锻炼圣诗69首。圣诗69首，我的心神你着唱歌。咱来吟第1节甲第3节。 请我的心神，你着唱歌，我落感谢耶和华，耶和华是我的上帝，以我创造天顶地。哦罗，耶和华上帝第3节。 我的心神，我的心神，虔诚调祭主的名，以全灵仰降上帝，仰望伫你天顶地。哦罗，耶和华上帝。咱过来看一首332首。 歌词内面有几个所在吼。第2节的第2段后壁句，认真困紧，困紧吼，谨慎的谨，困紧操练。第3节上落尾，心神安定，全无惊吓，安定吼。好，咱来吟第1节甲第4节。 求主耶稣基督，应最万能的恶，在世世里天国，救人的高天道。咱着一做家主交杯，无论大小，皆做成灰。 第4节，咱若开眼也无开，通情白沙灿烂，应教耶稣相随，应受福气无限，得着生命应点天下，心神安定，全无惊吓。 请咱闭眼心来礼拜。
永远伫地上帝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伊无野也无先，伊的智慧无通测度。亚神的以福音能力，软者的以加添因的气力。少年人也会野，也会先；勇壮的人也会跋倒。独我靠耶和华的，要得到新的气力。因要亲像鹰鸟，体势飞悬。因走，因也无先，行也无野。请咱三甲来吟圣诗69首。我的心神，你着唱歌。圣诗69首，我的心神，你着唱歌。请咱起立来吟全首。我的上帝，你着唱歌，我若感谢耶和华，耶和华是我的上帝，以我创造天顶地。哦罗，耶和华上帝，一大求助听从上帝。照顾人类的天父，赐开温泉，赐好天的残恒出山的安欠亏。哦罗，耶和华上帝，我的心神，我的心神，虔诚调起主的名。伊是全能永更上帝，永远伫你天顶地。哦罗，耶和华上帝，阿门。即咱犹原徛伫，咱三甲用使徒圣经来做咱信仰的告白。来，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当一日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请咱来交托启文28篇。圣诗后面42页的所在，启文28篇，咱三甲来交托。耶和华，你已经监察我、捌我，你对远远知我的念头。我一切所行的，你也深知。你伫我的前后为我，这款的财物奇妙，我袂会测度。我要去倒落闪避你的神。我若上天，你伫遐。我若天开，清早会失。就若伫遐，你的手也要引带我。我若讲黑暗要遮看我，就黑暗也袂为遮看我，互你无看见。黑暗暝亲像日时发光。上帝啊，
你的意思对着我到这宝贝。我若要算伊比海沙较侪。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看我有啥物歹所行无。以上，请咱三甲同心来祈祷。慈悲疼痛的天父上帝，愿俄罗感谢你，因为伫你所定着的安息日，愿当信的兄弟姊妹，通用心灵甲诚实，同心来伫圣殿敬拜俄罗，佮领受你真理的教示。这是阮所羡慕意爱的，也是阮介大的福气。恳求圣神降临伫阮中间，也感纳阮所有的敬拜服侍。天父，感谢你创造人类，佮赐予阮自由的意志，但是阮时常软弱犯罪，袂晓约束家己的志头，爱讲乒乓诡诈，夸口碰风不实的话语。主啊，阮知影这拢是主你所无欢喜的。若无利益伫家己，煞无荣耀主的名。恳求圣神常常踮伫阮的内面，提醒阮凡事讲鼓励、学乐，合得圣经教示，谦卑正面造就人的话语，来荣耀上帝，来应神益人。但今早起，我们通过圣神启示二节牧师所分享的信息，来省察、来学习。互阮通成做一个无伫夸口家己，只有归荣光互爸上帝的囝儿。愿阮无论讲的或是听的，拢平平得到造就。愿同心伫你面前祈祷，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好了，圣乐队今日所要献的诗歌是对逐所在吟诗唱歌。
上帝超我咧听，赢过一切。咱要伫逐所在吟诗唱歌，请咱来看圣经，记载伫雅各书第4章13节到17节。雅各书第4章13节到17节，伫咱周报后面有登录。请听我来读。当恁得讲，今日还是明仔日，阮要去某个城，住伫遐1年久，做生理趁钱。若是明仔日的事，恁还毋知。恁的活命是怎样？恁是坟墓暂时出现，后来就无看见。当恁用这个偏颇的事伫夸口。歹势，来咱15节来，恁较好着安尼讲，主若愿，阮就会活，也要做这项迄项。当恁用这个偏颇的事伫夸口，既然这号的夸口拢是歹，所以知有好着行，也毋行的，就是因的罪。讲道要请二节牧师。各位学者，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你逐世代，你呼召你的囝儿，你逐所在做见证。主，愿你帮助阮，诚做你即个世俗化，拿来咱严重的即个世界，诚做光，诚做盐。愿你今仔日的话亲自来养饲阮，来帮助阮，帮助阮对未来，阮有迄个望，诚做光，诚做盐。阮安尼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21世纪，因为网络科技的进步，改变了咱生活的方式。咱人甲人彼此的关系变近，咱人甲人的距离嘛变短。咱讲有一句话讲，电脑会经土豆，咱嘛毋知影有一天手机拢会看落人，手机就看落人。十几天参社区里开讲，较早。我住伫金门，我看民国70几年来的时阵，迄阵还阁写批，迄阵是写批年代，连敲电话都是真奢侈的一项代志。现在呢，有道是秀才不出门，会知听呀天下事啊。但咱人的接收、学习、生活价值观，却大大受这个世界有心有力的人事物，你才能操控甲影响。咱看有真多的假新闻，真多假的知识。特别咱有长辈吼，看到一个物件就传出去，我就跟他私底下讲，这是假啦，你紧收回去。咱有时手机一滑，还是一个频道一看，咱物件就买落去啊。迄拢是你操控咱，互咱人渐渐失去上帝，互咱人的自由意志的判断的迄个能力。渐渐拢无去。如今咱感受咱生活所在愈来愈败坏，人心的贪婪、骄傲、夸口，有钱的愈来有钱，无钱的愈来愈善抢，公义、公平、正直的良心，受某一个强大的力量砍掉的，渐渐消失去。教会。你逐世代原本应该诚做是黑暗中的光啊！只因人呢行迄条永生永活的路，但如今咱看到教会，深深受这个强大的力量，就是这个世界，咱讲世俗化价值观的影响，常常我是讲全个教会，毋是讲咱建成啦，常常有互咱分别出，这是教会还是社会？有时咱嘛分出说，这是有信仰的人，还是无信仰的人有差伫什么所在？
有时教会基督徒，互人感觉像外表宗教的礼仪啊，像啊祈祷、做礼拜。其实，这款世俗化价值观对教会的冲击，以及对信徒的影响，伫2000多年前雅各书的作者，就是咱今日读的经文，就已经发现到。雅各书对第4章开始就要处理教会世俗化的问题。雅各书第四章第4节内底安尼讲：恁遮毋信的人啊，恁敢毋知，甲世俗做朋友，就是甲上帝做对敌。有道是一山不容二虎，世俗甲上帝是对敌的关系啊。雅各要大家注意，第一个世俗化的问题，就是人伫物质顶面过头追求，为着要满足咱家己私欲顶面的需要。雅各讲，这是什么情形？咱若亲像咱人的肉体，咱手目睭、喙骹、心，做物件，若像这个感官的有互相伫咧交战。我们这些肢体互相在打仗，拢发出有一个信号，伊一切需要啦，无够，名声无够，身份无够，金钱无够，地位无够，关系无够，我的位置无够。咱搁发出哪？我要搁较侪，要较侪哪去？较侪好的工作、好的车、好的厝，我要穿好，钱嘛永远嫌无够。要搁较侪，伫即个交战，咱人家交战的过程的中间，就生出来真侪的私欲、贪婪、嫉妒等等，直到咱即个人，互罪恶控制掉。我们最辖制住，就是咱内心有真侪的无安全感甲平安，嘛造成信仰团体顶面侪的伤害。咱有听真侪你讲，有财务长老将教会2000多万款走，有干事将伊应该爱存入银行的钱摕走。咱嘛看有的教会内底兄弟姊妹因为家己的需要，真侪人借钱，然后公司倒去走。造成教会有侪问题甲纷争。接续雅各要处理第二个世俗化的问题，就是个人主义、夸口的问题。首先，咱做伙来看咱今仔日的经文第3节。咱做伙来读好无来？13节来离手部的后壁面，来请。恁讲，今仔日也是明仔日。阮要去某一个城，住伫遐1年久，所以生理趁钱。伫原文和本的翻译是爱注意啊！这个原文是真重要的一句话，这是一个警告啊！爱注意听。雅各伫遮举一个生理人的例，这生理人恁讲，就种有人讲。代表下面要讲的这项事，常常发生伫咱生活的中间。就是这生理人非常的看口，讲什么代志？今仔日还是明仔日？因是你讲啥？今仔日还是明仔日？是你讲性命的问题啊！我们去某一个城，就是讲伊咧计划逃亡。我们去住遐住1年久的时间。住1年久，代表是时间，伊会掌握时间，伊要做生理趁钱，满足伊的需要。这样生理人非常有自信，因为伊已经计划，并且会在是真短的时间内底，就趁到因需要的物件。咱讲这样的生理人运筹帷幄，因劳心在在，等待就是啥？等待因的事来完成。好像是人人生的每一步，因拢算好，这是世俗化价值观的世界常常会出现的问题，就是
人自以为是。我靠，世上的智慧，如今这生理人，因会用嘴，咱讲因用嘴夸口，家己在决定因的性命，决定了因的时间，并且用最成功的经验，继续生活，继续赚钱，不断成功，生活、赚钱、成功，得到世俗的最物件，是因人生唯一追求的目标。兄弟姊妹，这个世界是毋是互咱这样价值观？但是检查咱是毋是也有亲像今仔日经文内底讲的这生理人的心态甲想法？咱嘛想要以咱人的计划成就来夸口咱的人生啊！约翰一书第2章16节，安尼讲到今生的骄傲，就是你讲夸口这项代志。自古以来，人拢想要挖苦做的物。阮的后生读台字辈学校，恁后生读台字辈学校无算啥物。阮囝伫台字辈的公司咧上班，就是安尼。我逐摆转去阮金门故乡的时阵，拢听人咧讲即款物件。好的工作有高的收入，代表哪有名声，有好的位置、好的处地。甚至要有好的计划、投资、保障等等，人口安全感。常常嘛听人伫教会咧夸口家己偌重要，教会无我袂使。当人咧夸口的过程的中间，伫某一部分是用咱这个人来取代上帝。藐视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其实安尼做是对第一个世俗化安尼赖，人主要是满足家己的私欲欲望，但是却毋知当安尼做的时阵，已经渐渐陷入咱今仔日经文14节所讲的危机。咱做伙来看第40的经文，这40的经文。好，咱做来读来请。若是明仔日的事，恁也毋知，恁的活命是怎样？恁是云雾暂时出现，后来就无看见。人对生命的本质，毋知影是明白无够，还是无想要面对真实人生的状况，甘愿陷入无望的中间。咱这几个月，咱拢咧无管是对经验、传道书咱拢咧讲智慧甲无望。而这个经文对咱讲，生命亲像云雾，暂时出现，后来就无看见。云雾是哪个？咱看人咧食薰吼，薰安尼噗就无去啊。啊是咱较早古早咧下水，咧蒸汽。一个你安尼转个头就无去啊！甚至咱讲看天顶的迄个云，真大，但是大风吹一个就无去啊！意思是讲，咱生命的本质是遮尔软这渺小，生命变化无常，生命毋是咱掌握是咱人的手中。明仔如何，毋是咱人做主。坦白讲，检采有人敢夸口，明仔日伊一定有法度好好活伫这个世间嘛？人其实是无权力决定改变什么，生命就好亲像咱读的传道书讲的，空虚的空虚啊！啊是安尼，为什么人无想要伫咱有限的生命日子？超出迄个真正系互咱，要为了生命挂入的迄个智慧呢？感谢主，雅各书的作者雅各愿意指引咱一个方向，并且伊会亲自带领咱来将这个问题来处理掉，互咱超出了互上帝
的智慧。记载伫今仔日经文15节，今仔日的经文15节。好，咱看到咱做伙来读来，请。恁较好着安尼讲，主若愿，阮就会我，也要做即项。较绕口吼，我看上新的台语，安尼是翻吼。恁应该安尼讲，恁应该安尼讲。主若愿意，咱就法度活的，空做即项，空做迄项。咱看15节、较13节是无共款的。13节怎样讲？毋通讲，今仔日还是明仔日，我要去某一个城住偌久的所在，做生意趁钱。咱各位做者讲，咱爱像15节安尼讲，应该安尼讲，毋通像13节安尼讲。13节甲15节是两个相大的差别。13节的这生理人夸口，我靠家己的智慧，我通做这项，通做迄项，但是最后的结果是死亡一条路。但是15节可是无共款哦，主若愿意，是咱感受到生命亲像云雾，遮尔无定调的时阵，遮尔短的时阵，愿意谦卑来悔改。主你若愿意。代表人对神来愿意尊重上帝、顺服上帝的旨意啊。当咱人有愿意讲主啊，我愿意的时阵，伫这个时阵，当咱人合决心愿意安尼的时阵，人的生命就开始来有转变。就是咱的生命会阁一摆，当心得到救赎的机会啊！但是因为咱来到教会来做礼拜，毋是要当心拄着每一礼拜拄着国外的主吗？一礼拜咱有6天的时阵，大部分拢是即个社会接受真侪错误的价值观拢互咱。但是当咱像即个安哥斯讲，咱主啊，你愿意，你也愿意。互咱有当心的机会，因为当咱将生命的主权当心互咱的上帝时阵，上帝的怜悯甲疼就要充满咱的心啊！咱的心原本是充满世界互咱的迄物件，但是上帝当咱愿意将主权交予上帝时阵，内底开始改变。上帝的怜悯，上帝的疼，会将咱原本的迄心内物件拄去。帮助咱的开力，较早控制咱、伤害咱的迄物件，互咱的惊吓无平安会无去，会互咱对世界这目的的物件，咱的贪婪、骄傲、夸口的这个心会无去。各位兄弟，主啊愿意，咱就会活伫这个世间，咱堪自由要做这项，自由要做迄项。这嘛亲像一个信仰的告别，对待以后，咱的生命在伫主的旨意。主对于咱每一个人拢有伊的呼召，伊的使命要互咱。哥林多后书5章17节是咱非常熟的一句话：人也伫基督内底，伊就是新创造的人。基督徒的生命，毋是仅仔为家己咧算数计谋，应该是我靠上帝予咱的智慧来判断、来行好的代志。伫主呼召咱的位置，无管咱是伫教会内底，还是伫这个社会、伫咱的家庭，咱来尽忠甲主同行，活出咱基督徒好的生命。耶稣的模范啊！爱互人看到你，就感觉你无共款。我较早神学院有一个老师甲我分享，伊还未去读神学院进前，伫大学的时阵，你读医学院的时阵，人拢分不出伊是基督徒，伊感觉家己真见笑反悔。为什么咱无法度伫咱的
活出咱行出教会的时阵，离咱的事务所活出你是一个基督徒的样。当咱有这个样，咱就法度为主来做见证，人会互你吸引。为什么你会甲这个世界价值观拢无共款？人会问你为什么？互你的这个香味吸引着，咱会有法度来为上帝国来打拼。啊，弟兄姊妹，这嘛是咱一生里咱教会的努力的，互咱的建成教会成做一个有基督听的教会。这是咱即摆无管咱是伫教会每一个团契，咱去做调整，还是咱去做社区，咱就是还有在社区，咱才会乡亲哦感受咱有听，听毋是咱从嘴里讲。无说拢在东港讲，咱是爱用咱展现出来互因看，因有法度感受你是真的还是假。下晡咱等下嘛有篮球队，啊一个东港陪因拍球。咱互伊感觉，离教会的篮球队拍起来是无共款的。今日的经文提醒咱，咱毋通夸口。咱为长老咧讲的，咱要夸口咱咱夸口咱的主耶稣上帝，并且咱爱做好的代志来荣耀咱的上帝。最后，牧师要透过今仔日最后一节的经文。来，大家分享美兰彩绘伫台湾的故事。17节安尼讲，所以再有好就行，也无行的，就是伊的罪。所以人知影着做好的代志，无去行就是犯罪。大家拢知影，义节牧师今年受托总会财团法人基督教美国兰长老会差会的董事，简称美兰差会。当早期宣教师伫台湾咧宣教的时阵，当因渐渐因的使命完成离开台湾的时阵，又将最的财产交予咱长老教会。咱的罗斯福路，咱的总会迄栋，嘛是美兰差会留予咱。如今还阁有台中有一栋宣教大楼，16层楼吼，还阁花莲义里。美兰的董事主要的责任就是要监督管理这3栋的财产有正确来使用。因主要是要做宣教，并且成做迄个所在的帮助甲祝福。牧师7月份有去参加迄个宣教大楼。宣教大楼16站有魔鬼站，是对外来出租；有两站是对大专的宿舍，就是用隔雅房，真俗真俗。互出发读册这大专，有里遐有宿舍，阁有人照顾。伫这个大楼内底有将近有10间教会较基国伫迄个所在。咱几啊年前。元春教会，泰雅尔中的元春教会，来咱遮募款经常会的时阵，因就是伫迄栋大楼，迄栋大楼，透过互因用真俗的房租，帮助因去做教会，还是机构，像内底有伊甸基金会、展望会，拢伫迄内底，透过因做来伫台湾台中迄所在做真侪的事工。顶拜的拜日，牧师去花莲义里参观嘛是共款。这义里有一真偏乡的所在，咱遐有2栋几百平的2栋，一栋咱互租户真俗，8000块尔，一个月才8000块，8000块，租落迄个叫加密山一个教会来要做协会，因对因甲老人客服班。长者关怀，阁有真多来遐里做。对面阁有一个房产租予一个，较早上早起是租落门路会，即摆租予一个医生是长老。迄医生已经做20几年啊，牙科。我看到牙科上豪华落遐，牙科真大间然后外口有100平的花园。
这是一个教会的长老，这长老的分享，伊是违心离开，因为方圆50公里内底无半牙科，无半牙科，嘛是从因真俗的租金租意，望伊离迄个所在来做好的见证。各位兄弟，世俗的价值观对咱的信仰是永远超过咱永远想会到。如果当初这个宣教师，因为上帝予因的位置真重，因为因的私欲夸口，要离开台湾进前，因将财产卖掉。如果是35年来接受做董事的，在咱台湾的牧者长老，而这董事的位置无真重，因为私欲夸口、凊彩管理，将财产卖掉。其实，伫台中宣教大楼伫33年前起造的时阵，有出淡薄仔问题，差一点啊，落规人不走。感谢主的保守，也是安尼。无因的真重，遮好的水的空气，无法度即摆安尼一代一代落去。世俗化会影响咱超过咱想会到，因为咱24小时拢伫即个世界，伊的杀伤力是非常的强大。伫咱信仰的过程的中间，经过咱时间、咱的淬炼，咱渐渐有年岁的时阵，搁较更了解。人生好歹的变化，亲像牧师真正有讲的，好较歹，做伙诚侪咱人的旅程。人伫你的旅程的中间，会不断面对侪的挑战，就因为安尼，咱搁较需要上帝注意咱的瓦库，上帝予咱的智慧啊！毋望咱的教会，毋是干那咱建成教会。毋嘛，咱台湾全世界教会，伫每一个时代，诚侪黑暗时代的迄个发灯，指引人行迄条永远我的路。咱同心来祈祷。特别，我的上帝，我感谢你，感谢你来怜悯我、疼惜我。保守阮每一个所在，无管是阮的目睭，还是阮的心思意念。主啊，阮有时无小心，就互即个世界的物件来引诱去，互阮过头疼世界，比疼上帝你搁较多。愿主你帮助阮。了解阮生命的本质，阮生命的本质，就是为着要来荣耀主你的名。阮安尼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请咱来吟回应诗，圣诗332首，圣诗332首，请咱起立来吟全首。所
阮当开呀对面，我可上帝拜咧天色，讲破撒旦见过呀这，咱那太阳魔鬼，当前被杀灿烂，愿高呀所下水，享受好奇无限，得着生命应点天下，心心安定，怎么听听？阿门。请坐。这条奉献，请书献的当工来说法。请起立来吟奉献的诗。请坐。这条公道的时间，请咱掀开周报的内页。头一项，咱恳求上帝帮助咱，伫这个充满世俗化的环境，通认捌生命是暂时，无通夸口。着信靠耶稣来行，着行的事，着好的事。第二项，咱为着机体欠安的陈经主、刘慧英、陈王兰、洪甘基、陈德明、刘秋敏、郑宝玉、陈丽水、吴玉梅、杜娇、陈秀荣、赖胜雄、陈义利、林依诺、洪永铁、孙兆正刘慧忠、李碧莲、林美金、李念珠、施凯华，佮囝如姐、怡君、雅娜，佮赖清光骹底迄个双喙第三项，咱为着屏东的这个科技园区，这个大火所来丧失性命的，不但是消防人员，也佮有员工甲受伤的这家属请咱为着因祈祷。特别咱为着教会10月份团契特别改选的事，咱三甲开声来祈祷。天父上帝，我感谢你，你互阮通成做你的儿女，你万行事点名，拢通挖去你。
在阮伫世上日子，实在是最最辛苦。但是主啊，因为你互阮通真侪的我可以照办，勇敢来继续用尽来跑走，来行你所为阮定定的路。主啊，总阮更加去了你，我靠你，来面对阮世上这风风雨面，主感谢你。天父上帝，感谢你，互阮伫这个世上的日子，因为你通倚靠，阮就安稳自在，阮就无有惊吓。特别伫这充满世俗化的环境的中间，有侪侪事实在影响阮真多。求主帮助阮，明白世间的日子，阮的生命实在是暂时的。阮所羡慕的是迄个永远的家。主啊，互阮伫世上日子无伫夸口，着在信靠耶稣来行着有行的事，甲好的事。天父感谢你，通过今早起所透办互阮的信息，阮更较明白。但阮为着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献上阮的恳求，在因伫遮的病痛的日子，心神软弱，求主圣神坚定因的心，在你甲因三角之地，帮助因紧紧恢复因的健康，也互因继续通欢喜快乐跑走人生的路站。主，愿为着在世上常常发生遐意外的伤害，我的心唔甘。看去侪侪在消防人员丧失性命，啊甲员工的受伤，主啊，求你安慰因，求你特别圣神的安慰临到遮的人的中间。我的教会伫10月份有在各团契的改选，主啊，求你的听来激励，求你的听来，互阮讲主，我伫遮愿你找我，但互阮的改选通圆满来完成，继续阮伫每年的事工通搁跑走。感谢主，伫阮中间来听阮的祈祷的声，这点阮也要当心，用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来祈祷讲：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对呢，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式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去，就求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报告的大声来介绍，今日有2位的来宾伫咱的中间吼。头一位是地方长老的朋友吼，讲17年毋捌相见的好朋友吼。黄姓吼，美国倒转来吼，这边转来看，转来团年的，好，欢迎你来，请坐。第2位就是文宗长老大汉后生吼，吴武良武龙的哥哥吼，我咱转来看爸爸妈妈吼。中秋就是团年的日子吼，真欢喜，欢迎你。咱来看教会消息。头一项，今仔日拄是中秋连续假期的上尾日啦吼。教会有咱体验咱遮的同工，所以咱今仔日爱餐暂停一届，
请咱注意吼，确定啊，个礼拜了后无爱餐吼，无爱餐。第二，按照本场的年度时间计划，咱10月份特别陆续来进行这团契的改选，会长的改选吼，请现任的会长安排主持。愿主基督的听，随便咱用行动来回应伊的呼召，就是我伫遮，请找见我。第三，11月12日举行咱教会年度的音乐见证福音主日，是咱的建成乐团主持。咱感谢主，总共有4位兄弟姊妹来报名，要为主做见证。请大家为着这场的礼拜，这场的福音主日来备办。咱的备办咱的心，也祈祷求主带领。佮请咱邀请咱的福音朋友吼，参加来礼拜。第四，2023年的第4季，就是新安宫的读经手册已经送到吼，请咱伫一楼的这招来道的所在自由来索取。看团契消息，10月13拜五早时9点，少年团契要参加。台北中会的少年部伫艋舺教会举办庆祝中央节感恩礼拜，要表扬80岁以上的长者，甲金婚、选召婚、白金婚的夫妇。要报名的，请咱甲美玲会长报名。第二项，11月7日，拜六少年团契要举办秋季的灵修一日游，地点是宜兰，报名费1200块，包括。早餐、午餐，早3顿吼，就是迄天的3顿甲保险。要报名的吼，请咱议员向美玲会长来报名。奉献的名册，伫这个所在，若有出入，请咱过价来订结。咱来吟上营，圣诗511首，吟诗煞，请其节牧师祝祷。咱人起立来吟上营。阿罗兄弟之怪之尊，作花的主万福万本，天天相赛，天下万民，仰望路路被行相信。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信心的帮助甲扶持，互咱毋通夸口，我靠上帝智慧来行好的事，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会众请坐。Amen.
咱今早是礼拜到这结束，请咱灭岛散会。